上世紀70年代有一個非常具有影響力嘅動作巨星，佢叫李小龍。當年李小龍自己創作咗截拳道嘅理論，佢嘅影響力直接影響全球。關於動作方面嘅人，有人形容李小龍係武痴，其實都唔過分，因為李小龍只要有時間就練功夫。喺香港嘅電影圈中可以講無人唔識李小龍，但係有知情者表示李小龍稱得上係天不怕地不怕嘅人，但係呢輩子竟然非常害怕兩個人，一個係李海泉，驚佢係人之常情，因為李海泉係李小龍嘅老豆，但係另一個係吳楚帆。問題嚟啦，吳楚帆係邊一個？點解李小龍咁驚佢？李小龍係電影中常有合作。苦海明燈，人海孤鴻，吳楚帆係片場經常嚴厲管教。李小龍生平最怕兩個人，佢老豆李海泉，另一位就係吳楚帆。童年時嘅李小龍極度調皮，成日係片場跑來跑去，但只要吳楚帆大聲一喝，李小龍就會立刻乖乖坐好。李小龍最怕吳楚帆追住佢講人生道理，長篇大論，每次都話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，仲會講食碗底反碗面。對當年年少嘅李小龍嚟講，簡直仲慘過俾人打機錘。吳楚帆係咩料？連武打巨星都咁驚佢。而家就同大家講下吳楚帆嘅一生。1911年7月4日係天津的租界邊緣，一名叫吳巨章嘅小孩出世啦。佢祖籍福建，落籍廣東番禺。老豆晨早就去咗買鹹鴨蛋，媽媽一個帶住吳巨章同埋佢大佬吳巨全，媽媽帶住兄弟兩個化骨龍去香港投靠親戚。吳巨章係聖保羅書院讀書，成績平平。對戲劇情有獨鍾。15歲嗰年，媽媽都走去買埋鹹鴨蛋，佢被逼輟學，先做售貨員，後做工廠。1932年，華北水災肆虐，聖保羅書院舉辦賑災義演，吳巨章粉墨登場，一段激昂嘅表演打動左聯華影業嘅羅明佑。羅先生即時叫佢入行，仲幫佢改咗個名吳楚帆，從此佢就入咗娛樂圈。佢嘅處女作係默片《夜半槍聲》，飾演錢如明。鏡頭前嘅佢眼神堅定，好有自信。雖然係新人，當時佢21歲，香港電影正從默片走向有聲，時代的浪潮正將佢推向風口。1930年代中後期，抗日烽火延遍神州，吳楚帆積極投身抗戰題材電影。生命線裏佢飾演廖石能，一個熱血青年投身救亡，形象鮮活生動，成為觀眾心中嘅抗日英雄。1937年人生曲上映，佢飾演張正，細膩刻畫知識分子嘅家國情懷，一舉榮膺華南影帝。嗰時嘅佢與張活游、張英、李菁並稱粵語片四大小生，人稱兒歌。圈內人搞笑咁講，叫佢牢騷王、大聲公。佢拍戲最中意大聲講台詞，堅持角色要有社會意義。戰火無情。1941年香港淪陷，吳楚帆拒絕為日藝拍片，隱居度日。戰後重返影壇，見證香港電影嘅復興。1947年佢參演《郎歸晚》，片酬自減，夜以繼日拍戲，開創左戰後粵語片嘅流水作業模式。嗰個年代，香港湧入大量難民，社會動盪，電影成大多數人嘅娛樂。吳楚帆深信電影唔係消遣，而係無可推搪嘅責任。吳楚帆講：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。呢句已成為經典嘅金句，係佢一生嘅寫照。1952年，吳楚帆人生嘅斬重要轉變，佢同張英、張活游、白燕、吳梅等人合組中聯影業公司，目標係提升粵語片水準，反對粗製濫造，強調社會責任。中聯出品嘅家、春、
秋》三部曲改編自巴金小說，佢飾演覺辛細膩演繹封建家庭的壓抑與掙扎，感動無數觀眾。危樓春曉1953年，他飾演梁威，一句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已成為日後嘅金句，成為香港人集體記憶。中聯時期，吳楚帆唔止拍戲，仲身兼監製、編劇、製片，甚至導演。1955年，佢成立華聯影業，監製《寒夜》，改編巴金同名小說，講述戰亂中知識分子嘅悲劇，票房與口碑雙贏。1960年，佢組新潮公司，推出《人海孤鴻》，親自編劇主演，探討都市邊緣人嘅孤獨與堅韌。1963年嘅《大富之家》，佢擔任出品人，呈現香港中下層的喜怒哀樂。1964年，佢自導自演香港一婦人，社會問題展現罕見嘅勇氣。從影30餘年，佢參演超過300部影片，許多作品至今香港電影史嘅經典。吳楚帆嘅魅力唔只係於演技，更在於人格。佢待人誠懇，樂於提攜後輩。杜平等人曾拜佢為師，受益良多。圈內人叫佢兒歌，唔只因資歷，更因佢為電影品質據理力爭。拍戲時佢常大聲討論，堅持台詞要接地氣，要有教化意義。佢笑言，電影影響一代人，一定要認真佢嘅正直，體現拒絕、低俗、堅持。原則上係商業大潮中中聯嘅堅持如一股清流，為粵語片注入靈魂。1966年後，吳楚帆逐漸淡出影壇，時代變遷，國語片電視興起，粵語長片式微。佢選擇另一種人生，晚年移居加拿大，過住平淡生活，享受與家人相處嘅時光。1993年2月22日安然離世，享年81歲，安葬於 Pinecrest 墳場。消息一出，影壇震動。同年，第1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發特別紀念獎，佢對香港電影嘅貢獻，中國電影百年百位優秀演員名單將佢列入其中。吳楚帆嘅一生，主演許多電影，橫跨亂世與繁華。重溫佢嘅老片，仍能感受到佢嗰份熱血與溫情。吳楚帆唔係高高在上嘅巨星，而係時代嘅見證者，文化嘅傳承者。佢用一生告訴後人，藝術要有擔當，人生要有方向。香港電影嘅黃金年代，華語影壇嘅歷史。